幾張最靚嗰幾張俾佢買晒啦。還有中國畫咧，開頭咧嗰個伍明峰老師佢話咧，我哋啲畫係真係有實力，但係點解打唔開咧？我知道有一個歷史係咁樣㗎。56年嗰時咧，張大千去到嗰個法國咧就展覽。畢加索咧就嗰時咧就係趙無極好年輕，佢話想向畢加索學下畫。畢加索你就同張大千再翻去中國跟嗰個排畫社得11跟我咁同趙無極咁講㗎，因為趙無極依家都係世界名家嚟啦，即係嗰時根本係已經在56年嗰時已經由西方嘅正式嘅畫家對我哋中國畫都認識得好深嘅。好似線條其中咧，我哋中國嘅山水畫咧，根本就係抽象畫嚟嘅。邊度有啲山咁靚啊？係你自己諗出嚟嘅啫嘛，係嘛？即係所以我哋嘅抽象之中有形象啊。佢話咧，嗰個畢加索，你抽象畫仲架勢啦，你整到啲山就咁鬼靚㗎，係嘛？即係能夠諗到啲山咁靚嘅，都係抽象畫啦，係嘛？即係實在咧。藝術咧就冇分國界，但係如果咧我哋多啲有機會，伍明峰老師林大師佢哋個個咧將佢哋自己個即係嗰啲藝術咧多啲作宣傳，咁社區宣傳，社區我哋拉啲朋友嚟捧場，咁就係咁簡單嘅事。多謝，希望今次展出成功。跟住有請我哋消防員會長會長財老師上台支持啊！剛才有啲人講英文，有啲人講廣東話，咁我就講普通話國語啦。各位來賓，大家下午好。這個考核會長林海峰先生人很低調，他在中國到美國在紐約，他是孤身上默默耕耘。後來我們聽到接觸的作品，我們早幾年呢我在我們市畫基金會會員到鼓樓滚，他在工作室參觀，他這個畫非常厲害，所以呢，我們就請他加入我們市畫基金會，他當這個藝術顧問。他的畫不僅是畫，他的紫砂壺也很好的，多才多藝，多才多藝。不仅是他的兒子，那兒子真的才22歲，也長得很漂亮，22歲，他現在學的工藝設計。